阿姨啊，没关系，您就像平时跟我聊天一样聊，不用紧张啊。您的语言不需要有任何的修饰，只要真实就好。阿姨，可以吗？加油，可以了。哎，好 ，OK 吗？准备啊。脸有点花哦，你先补一下再继续好吗？好，不好意思，我补下妆。OK。奇怪，不对啊，4月他说唯一留下来的是一条项链啊，怎么变成衣服了？哦，是有一套衣服，我一直都藏在柜子里，我怕拿出来弄脏了。而且蓝色的小棉袄配了一条红裤子，一点也不像江南一带的穿着。时间、地点、穿着、姓名都不对，不是他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了吗？啊，我们今天工作非常顺利，而且副夏今天表现不错。哎呦，夸你哦。那是当然了，我是谁啊？你是谁啊？好了，有机会呢多学点东西，对你来说总是好的。加油！加油哦！那这样吧，收工之后，今天我请大家喝酒。啊，火腿，你懂的。哎，发生什么好事了？你对我们那么好干嘛？工作很顺利，你表现得不错。哦，不错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从小到大一直最宝贵的东西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就有眼福可以看一看，4月的月光宝盒里面装的是什么。那我打开了哈，3、2、1，哇哦！芭蕾舞鞋，这是小时候一个哥哥送给我的，我穿的可仔细了，只有上台演出的时候我才穿，现在保管的跟新的一样。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双鞋理解成初恋的回忆吗？哎呀，那就是喽。让我们一起好好的为4月保存这份初恋的回忆。还有别的吗？这是一个护身符，我妈妈说我小时候戴在身上，可是我没什么印象了。哦，到现在还一直保存着。重点是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糖果吗？
思月，你还记得小时候的一些情况吗？今天就拍到这儿吧，收工。啊？啊？这阿姨，我们今天就录到这儿吧。那个我们先收工了啊，收工。没事儿。桌上的20块钱，你们谁拿走了？不是我，是姐姐拿着买糖吃了。我没有，你真大胆是我呐！妈妈，是妹妹拿去买糖吃的。不是我，是你。真的不是我妈妈，她是骗子，好大胆啊！妹妹都说是你了，她是骗子，她说我。说谁呢？你胆子好大呀，钱都敢偷！今天晚上别吃饭，回房间。我不想有妹妹，我不想有妹妹，我不想。思月，如果真的是你，我该怎么办？妈，我回来了。你跟萧寒说推迟婚事了没有？这2天我还没有遇到他，等我遇到他再说。有事问你。你过来呀。妈，少喝点酒。你妹妹不见的那天你在做什么？那天我跟你爸爸去你爷爷家，整个家就你和妹妹2个人，你做什么都可以了。妈，这20年来，您问我这个问题已经问了好几百遍了。那天老师布置了作业，我们在上《悲惨世界》这一课，需要抄生词。当时我迷上了漫画《尼罗河的女儿》，所以我就一直看，一直看，看到第5册，已经到下午很晚了，我才开始抄生词。所以妹妹去了哪里，我不知道。你妹妹那么喜欢跟你玩，她找不到你，她怎么会就这么算了？
你怎么可能一下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漫画？怎么可能？妹妹来找过我，可是我把门反锁了。妈，这个问题你已经问了我好几百遍了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反锁的话，我和你妹妹的生活就不会这样子了。凤萍，又怎么了？如果那个时候有测谎仪，如果有，我一定抓你去看你是不是在说谎。妈，妹妹走丢这个事情我也很难过，我也很伤心，我也感同身受。所以看到您哪怕有一点点好起来，一点点也都是我的心愿。你在跟我说台词吗，叶主播？哎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啊？收拾收拾啊，准备吃饭了。你一天到晚为难他有什么用啊？啊，走走走。你为什么一直打断我？你知不知道他根本不想找回我女儿？凤萍，你是不是又喝多了啊？别胡思乱想了，走。你不要拉我好不好？我没有喝多。哎呀，走了，吃饭了，走。你妹妹不见的那天你在做什么？可无论我对你说什么话，让你做什么事，你从来都不拒绝我。是不是因为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所以才对我千依百顺的？如果那个时候有测谎仪，如果有，我一定抓你去看你是不是在说谎。复原的倒挺快的嘛。我本来就没什么。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？龚总监说我实习期要满了，必须交出合格的作品才能正式留下来。我在想，4月这期的节目交给我剪吧。当然不行，你反应那么大干嘛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目，我一定要亲自剪辑。那我先粗剪，然后最后你再审核一遍，这样你省事，我有作品，如何？我的工作可不是为了省事啊。那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呗。那好吧，但是你要记得，一定不能让他们插手。行。繁星姐，你这么忙，今天怎么有时间请我吃饭啊？因为上次节目的事情，有些细节我想问你。好。你的包怎么了？断了。为什么不换一个好一点的呢？这样还能用啊，丢了多可惜啊！我就这个包还贵一点，100多块，其他包都10块20块的。刚好我家有很多包，回头给你拿过来。你别呀，繁星姐，你的包那么贵，给我用可惜了。哎，没关系，反正在我那儿也是放着，有个人背着也是好的呀。繁星姐，你对我真好，真的跟我亲姐姐一样。快吃吧。4月，你小时候的记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其实我记性挺好的，可是我妈说，我小时候生了一场病，发了一次高烧之后，我对小时候的事就记不大清楚了。
每一次都有一种感觉要想出来的时候，结果一会儿又没有了。那关于家人的记忆，你还记得清楚吗？我就记得我有爸爸妈妈，还有姐姐。你不是说你都不记得了吗？为什么会确定还有个姐姐呢？反正我就觉得我是有个姐姐的。那关于这个姐姐，你还能想起来点什么吗？哎呀，一个3岁的小孩儿，哪有那么深刻的记忆啊？对，那就说明你现在记得的也不一定准确。而且在你出生的那个年代都是独生子女，怎么你家会有2个小孩？我妈也跟我说过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就觉得我有个姐姐，就是一种感觉。4月，上次我采访你的时候，我发现你有很多小时候的小东西。关于那项链，你还有什么印象吗？我妈跟我说，那个年代的小孩啊，都喜欢编那种项链，编完之后就互相送啊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对，我小的时候好像也有过跟那个项链类似的、差不多的项链。哦，是吗？就说吧，唉，我还以为这条项链能帮到我什么呢，现在看来也没什么用。吃吧。这是一个护身符，我妈妈说我小时候戴在身上，可是我没什么印象。怎么样？到现在还效果不错吧？那可不嘛。重点是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糖果吗？这个呢，我有印象，想起来，好像我曾经有一个姐姐。好。你看繁星，你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啊，非要靠才华。哎，这明明就是我的功劳，为什么没人夸我？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会转告龚总监的，把你转为正式员工，这样比夸你更好吧？谢谢你啊，丹尼斯。You're welcome。放心吧，这一期的节目必定能创下点击率最高峰的。但是在创造点击率最高峰之前，我们需要检查一下声音和画面是不是有问题，然后再拿去生成。今天下午5点之前必须送到播出平台。行。我说这叶繁星的 team 也太不专业了吧，剪辑都交给实习生来做，他也太懒了吧。我听说你是阳光集团的小儿子，叶繁星跟你们阳光集团来往的这么紧密，他给了你什么好处啊？哎，你告诉我，叶繁星是不是跟萧寒有什么关系？不对呀，如果有关系，早就有关系了。他不会是跟你外公？你干嘛？你心虚什么？跟阳光集团有关系的人不是我，我心虚什么？
是啊，跟阳光集团有关系的人怎么就不是你呢？之前为了让肖老上你的节目，动了不少歪脑筋，现在都回我身上了。你可别听他瞎说，我才不像某些人那么心术不正。等等，这个袋子我忘了写标注，我需要写一下。把那个笔拿来。你帮我找一下13期的素材带，我需要看一下。你的，去吧。萧寒，繁星，在忙什么呢？哦，我在整理素材。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在办公室没看到你，所以就过来了。哎，这女孩就是你们这期的嘉宾吧？我一直想告诉你。接个电话。喂，丹尼斯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繁星，副下拿过来的是空白的袋子，网站那边大发雷霆，节目8点钟播出，你说该怎么办？我这边管不了了。你不要着急，我拿1期备播，找人送到平台去，等我。我有急事，有什么事下次说。我的大少爷呀，你怎么能捅这么大的篓子？我在Showtime5年了，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情，节目差点开天窗，网站那边把我臭骂一顿呢。这么大的责任，你负担得起吗你？不可能啊！我生成的时候明明就还好好的啊。那你说，好好的一盘袋子，怎么变成空盘了呢？你培训的时候培训到脚趾头上去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么大的责任，你还想转正？你保佑自己别被开除吧。行，后果是我一个人承担。副下是我带的实习生，这件事情我来负责。你不用帮我开脱，大不了我就不干了。闭嘴！繁星啊，这不是小事情，龚总监一定会问清楚的。我知道，我现在去跟他解释。你呀，繁星啊，我知道你有能力，但是你不能这样办事儿啊。对不起，总监，我会亲自去网站解释。我如果对你特殊的话，别人会怎么说我？这样吧，罚你3个月的工资，通报批评1次。喂，龚总监，其实这件事……不，总监不好意思，我的实习生不懂事，打扰了。快走！
去找总监干什么？你还没有到可以跟总监对话的级别。叶繁星，你这些年那么努力工作，那么力求完美，没有必要因为我的过错让你丢脸啊！所以啊，你要好好努力，把我所有丢过的脸全部都捡回来，可以吗？那你没有必要帮我背黑锅啊！你难道想被 Showtime 开除，重新回到阳光集团去上班吗？我知道，你还是更喜欢回到机房熬夜重新剪辑。走了。繁星啊，我重新再剪了一个版本，发现很多素材都不见了，你说怪不怪？这怎么回事啊？电脑找了吗？找了，丢了很多画面啊。哎，你说现在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重新拍，你说这期节目从找嘉宾到剪素材到最后剪辑，为什么都这么不顺啊？是不是需要找技术来检查一下设备？说不定是设备老化了。不可能啊，那些素材我今天早上才用过的。再说，设备老化怎么可能丢失部分素材？啊，我知道有个软件，可以把电脑里面丢失的资料全部找回来。不用了。我是说，不要再这样浪费时间了。那这期的节目怎么办呢？这些素材已经丢掉了，这期节目肯定是要暂时搁置。我们的备播节目已经用完了，所以我们当务之急是要想下期节目做什么，不要再开天窗了。那这期节目就这么算了？4月怎么办？他可是对找妈妈抱很大希望的。这样吧，现有的素材要剪一个完整的版本是不可能的了。那用现有的素材，我们剪一个特别的版本，哪怕10分钟也行。就这样吧。好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叶繁星，你让我试一试吧，那个软件真的很厉害。你做好你的事情比较重要。好了。哎呀，做事做事。他太奇怪了，这不像平时的那个叶繁星啊。到底是什么呢？啊，是项链部分。而且这些从来不在同一个文件夹里，所以会不会是被人故意删除的？叶繁星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妈，今天我们还是别去挑衣服了。我看您这2天工作挺辛苦的，而且我今天看了天气预报，您别看外面太阳这么好，下午肯定会下暴雨的。现在你是大忙人，没时间，不用陪我了。啊，不是的，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，要不这样，我去帮您拿件外套，免得等会儿下雨着凉了。不用了，我去4月那边就是买衣服嘛。哎，4月帮我挑的衣服挺好看的，这一件就是，很漂亮。崔教授、繁星姐，你们来了。哎呀，崔教授，您穿这身衣服真好看。那还不是你有眼光啊。4月，你先忙你的吧，我带我妈在旁边坐一下。哎妈， 4月，今天到的新货你帮我留好了吗？放心吧，肯定全都是您喜欢的款式，已经放在更衣间了。啊 ，Lucy， 哎，你帮我带崔教授去试一下衣服。好的，崔教授这边请。繁星姐，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延期了？我昨天晚上守着电脑等了1晚上都没有看到。关于那个节目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因为一些
其他方面的原因，网站那边把整个节目全拿掉了。但是为了弥补你，我们还是剪了一个特别版，也很精彩，希望能帮到你。特别版也会有人看的吧？希望有人帮我找到线索。四月，过来帮我看看这件衣服好不好看？来啦！哟，四月，你也在这儿啊？马总，正好有事跟你打听。哎，我这2天啊，又听外面人说这叶繁星啊，真不是崔凤萍亲生的，你知道这事儿吗？马总，这是崔教授的私事，我们不方便讨论吧？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呀就帮我旁敲侧击的问一问啊。我这个月呀给你买5件衣服，我是跟人家打了赌的。上个月崔教授要办签证，拿了很多资料，其中呢就有繁星姐的出生证明。你亲眼看到了？没错，我亲眼看到的。不知道是谁跟你讲了这种可笑的话，但繁星姐就是亲生的，这绝对没错。真的？不知道是谁跟您说的，请您也务必转告那个人，繁星姐就是亲生的，不能因为嫉妒讲出那种可怕的话。哎呀，一个小小的主持人有什么可嫉妒的呀？哎，我说四月呀，那繁星给了你多少钱？你没必要这么维护她吧？真是。四月这件衣服挑的挺好的。好看。哎妈，您看这个项链好不好看？您以前特别喜欢这个款式，配这个衣服很好吧？我已经有很多了。崔教授，繁星，好久不见啊！哎，马总。哎呦，看来我们繁忙的叶大主播今天还亲自陪妈妈买衣服啊！哎呦，你们母女俩的感情还真好啊！是不是这样让人太嫉妒了？难怪外面有那么多奇怪的传言呢。什么传言啊？说呀，繁星不是你亲生的女儿，还说你亲生的女儿小时候就失踪了。哎呦，真是太荒唐了！更有那恶毒的传言，说什么，说你女儿小时候……不好意思啊，是这样的，谣言止于智者。我希望我和我妈今天都是最后一次听到这样的谣言。啊，是这样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不过你们放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跟你们一块儿避谣言。谢谢。那我先走啦。你的小女儿好吗？挺好的，挺好。哎呦，我听说啊，说你家的宝贝女儿出国留学，哎呀，不仅被人骗婚，又让人抛弃了，还住了精神病院。我也是当妈的，听了也挺心疼的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还提它干什么？我也不想提的，但每次看到你，我都会想起你的女儿。哎呦，你可真是的，怎么可能让别人把你女儿照片登上杂志呢？哇，眼睛给打出血，骨头也打断了，连门牙都掉光了。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恐怖啊！我们作为家长，要保护女儿的。可我女儿现在找了个好男人，她过得挺好的。哎呀，那就好啊。哎，她是不是2婚？哦，不是，应该是3婚了。不过无所谓了，重要的是嫁对人，那就万幸了。但我好像听别人说是为了钱才结婚，还说男方外边有好多女人。如果你真的还有那么多时间，不如为你女儿打听一下。不劳你费心了，我还是看得清人的。
有没有看到他刚才脸色多难看？谢谢妈。不用谢，我不是为了你说。虽然到现在我对你不是很满意，但如果这些话是从外人的嘴上说你不是我亲生女儿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对外边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。我麻烦你争点气，不要令我失望。我知道妈一直对我那么严格，是为了让我变成更好的人。我也知道我有很多做的让你不满意的地方，但是我一定会努力加油的。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，我小的时候，您站在学校门口接我，然后牵着我的手带我回家。当时我觉得自己好幸福，好幸福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一定要好好努力，得到妈妈更多的爱。你是不是有职业病啊？说什么话都要这么煽情吗？不是的，妈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我一定要好好努力。我为了想要得到您的爱，为了想要变成您的骄傲。可以了，你的对白很顺，帮我带回家。把这个给我看一下。好。繁星姐，繁星姐1个亿。我们的特别节目在网上点击量已经超过1个亿了。Yes， 那这样的话，会不会觉得很欣慰呀？本来以为啊，放在官网上没什么人关注，那对不起4月了。结果被一个大 V 转发之后，就火起来了。好事，这是好事啊！那大家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先上去了。给我来瓶水。哎，好。喂，崔教授，没想到这是您的手机啊！哦，原来是你给我找回来的。现在这个年头，还有这么正义的女孩子很难得啊。哎呀，我只是比较冲动，繁星姐才真的有正义感呢。哦，对了，快看看手机有什么问题。应该没问题。其实我的手机不见了，倒是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我手机里面有好多我女儿小时候的照片，我真的很珍惜，所以真的谢谢你。不用谢了，原来照片是繁星姐啊，怪不得看起来那么眼熟。繁星姐小时候就是个大美女。我女儿啊，小时候长得真的很漂亮，而且笑起来甜甜的，一看就知道，她以后一定能继承崔教授你的艺术天赋。真的吗？对啊，眼睛里写着呢。哎，对了，你帮我找回了我的手机，我怎么谢谢你啊？哎呀，真的不用客气啦，小事一桩。你真是个非常爽快的姑娘。对了，崔教授，你是在教他们画画吗？哦，我不太懂画画，我能不能跟你学学，或者跟在他们后面看看？啊，不如这样吧，
我正想谢谢你，你不用跟我画画了，我画一张你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太好了！我笑得不行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再笑我笔都拿不住了。啊，还有一个，从前有个企鹅去拜访别的部落的企鹅，然后问他们：“你们平常干什么呢？”他们说：“吃饭睡觉。”这个故事我好像听过。啊，听过。哎，哦，妈，哎，你来干嘛？我来迟了，下班晚了点。哎妈，下课了吗？差不多了，爸已经在餐厅等我们了，让我们马上过去。啊？我想给4月画完这张画，晚一点没关系了。来，你坐好了，我再修改一下。4月，刚刚副夏打电话找你，不知道什么事。他找我干什么？可能是重要的事吧，打了好几个电话。哦，崔教授，那下次再帮我画吧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好吧，那你下一次再给我讲笑话。一定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妈，今天工作很辛苦吧？还好。听说你手机被偷了？是啊，多亏了4月帮我找回来了。哦。说起偷啊，我想起来之前我跟4月遇到的第一次也是被人偷了。他偷拍我，而且当时我掉了一个特别昂贵的项链，原本以为是他偷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他跟偷这个事情很容易联系在一起。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我就是说，虽然他总是跟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联系在一起，但他的本质应该不坏。最起码他帮你找回了手机啊。哎，你不是说你爸一直在等我们吗？你还在这唠叨什么呀？啊，差点忘记了。走吧，妈，走吧。后来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。杰一哥，你回来啦？哎，你快来看，这期《繁星有约》特别节目。一柔，你要的面膜。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迷恋叶繁星了？不是，是这一期有我表姐，她找亲妈的故事。你表姐不是你姑妈的亲生女儿吗？捡的。捡的？如果他们很穷，那我可以赚。
你真的觉得我可爱又坚强吗？比喻，懂吗？这是比喻。懒得理你啊！好的好的。哎呀，繁星你来啦！繁星繁星亮晶晶，Showtime 最亮一颗星。你们要干什么啊？4月的节目火爆了！今天早上我接了10几个电话，都是提供丢孩子线索的。这一大早，我的电话都被打爆了。在网络上面有几千个网友给我们的节目留言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们要知道，这仅仅是网络播出的节目，我们应该把所有的精力全部用在正式播出的节目上面。所以，准备开会喽。可是你要知道，龚总已经跟我们说了，让我们放下手中所有的选题，制作这一期节目的跟踪报道。龚总说的。龚总监，这一期节目的选题我已经想好了，金融女才俊，而且嘉宾我已经约好了。放下，都放下。你知道4月寻亲这档节目的点击率是多少吗？3天3个亿呀！你有哪个节目能有这么高的点击率啊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们繁星有约的全部精力，都投入到这个节目的后续报道上。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要拿这个节目冲国际大奖吗？我现在仿佛已经看到了这个大奖正向咱们 Showtime 招手呢。龚总监，现在我手上有更好的选题，我们何乐而不为呢？而且现在做寻亲节目的人太多了，根本做不出新意来，这很难啊。观众就是上帝，上帝想看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什么有没有新意的我不管，你必须至少给我做2期的后期节目制作，网站要。各位亲人们，大家看，这是我从滨江市以及各个寻找儿童的网站上搜集来的寻人启事。凡是在1997年失踪的和4月相似的，我都拿回来了。哦，看一下。哎呦，这么厉害！这些都是靠刷脸拿回来的，而且为了增大搜寻范围呢，我把蓝海市失踪儿童的资料也拿回来了。你看，一共50张，我还没有仔细看过。哇哦，这么厉害啊！我来了！4月，你来的正好。哎，过来，来的正好啊！快！小飞，4月，想想，过来看看。4月，快来！哎呀，4月，快，看这个，看这些寻人启事。我都有点开始紧张了。哎，先别紧张，现在几点了？快6点了。那我们先去吃饭吧。啊，这么大厚一碟，不知道要看到什么时候，先把肚子填饱为好。哎呀，难怪我肚子咕咕叫啊！来，吃饭喽！
咱们点击量蹭蹭的。哎，真的呀？那可不。哎，你看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一个东西忘在上面了，我要去拿一下。啊，你们先去，不用等我，我很快就来啊。哦，冰咖啡吗？帮我点吧。等你啊。好，走走，西餐好不好？这家餐厅怎么样？你在撕什么东西啊？一些没用的文件。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都已经下班了，你自己一个人黑灯瞎火、鬼鬼祟祟，你搞什么？给我看一下。你这么紧张，难道是你偷了节目调查表？繁星有约点击率下跌了，好像挺好的。啊，我知道是什么了。有人投诉你，你到底做了什么缺德的事儿啊？我本来不想说的，但是如果我说了，你能帮我保密吗？当然啦，我们是同事啊。我写了辞职信。你要辞职啦？不是啦，有个传媒公司要挖我，1年的年薪是这里的1倍还要多，每一期节目的预算大概有200万，而且想让我进军演艺圈，就是因为条件太好了，所以我就写了辞职信。可我写完之后立马就觉得不合适了。你想啊，我在 Showtime 跟同事们相处的这么融洽，如果我走了，同事们一定会觉得我背叛了他们。再说了，要是我走了，Showtime 也没剩下几个像样的主持人了。Showtime 培养了我这么多年，我要感恩啊。所以想了想，就只能回来撕掉辞职信喽。哎，对了，你来干嘛？啊，丹尼斯让我帮他找文件，我怎么知道在哪儿啊？刚才我跟你说的，你要帮我保密哦。谢谢。2倍薪水，进军影视圈儿，我倒要看看是哪家公司。寻人启事。这就是你的辞职信吗？你为什么要撕了它？
樊庆，笑屁你在这里呢，把明天晚上的 schedule 给排一排啊。有个卫视晚会需要你去主持。哎，龚总，你怎么不让我去啊？哎，人家点名道姓要的是咱们的当家花旦，咱们的当家花旦在这儿呢。你是咱们的当家花旦吗？樊庆啊，明天晚上的时间没有问题吧？嗯。龚总，樊星姐跟我说，她晚上好像没空啊。我明天确实没空，约了赞助商吃饭。你也知道，这种应酬很难推的。最近宝英姐势头很旺，人气也很足，我觉得是不是时候把宝英姐推一推啊？就是啊，龚总，繁星姐最近真的很忙的，一直忙她的繁星有约。这种小事情呢，就交给宝英我好了。那好吧，那就宝英去吧。好的，龚总。谢谢龚总，拜。好了，我们去庆祝一下，喝杯咖啡。没问题。他们两个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啊？可以还给我了吗？为什么？我说过了，没什么。哼，你别以为只有你的鼻子灵，我也有记者的直觉 ，OK？ 这个就是你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。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节目来说帮助不大，我不想大家走上一个错误的方向。哦，编，接着编，根本就没有人花很多钱去挖你，对不对？我还以为我跟你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，搞了半天你竟然是在撒谎。我就说嘛，我样样都比你强，我怎么就没有你红呢？你之前跟我说是因为我没努力，我仔细回去想了又想，想了又想，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，OK？ 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不能再让公司对你偏心了，我要争取我自己的权益。那现在机会已经争取到了，东西是不是可以还给我了？你是真当我傻呀？这个现在就是我的摇钱树，机器猫，圣诞老人。Jingle bells, jingle bells, jingle all the way。有没有觉得熟悉的？真的没有吗？都看了。啊！侦探小说里，往往丢失的那块拼图，就是最重要的那块拼图。不如我们再去网上找一下吧。付夏，我之前让你做的下期策划案你做好了吗？制作报告发我了吗？还没。现在离下班还有1个小时都不到了。可是我要先出去一趟。你有正事要做，你来不及了。还不快走？好吧。点的都是你们爱吃的，老婆，这是我给你点的思念水饺，汤圆，这是给你点的。谢谢爸。谢什么谢啊，一家人，快吃吧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4月那个节目播出之后，有没有人找上门啊？如果他真的能这样就找到自己的家人，我跟爸爸也上你这个节目。啊，妈，那都是节目效果，不能当真的。就是啊，一家人开开心心的。你提那件事干嘛？快吃吧，都凉了。不是啊，我看完这个节目之后呢，我真的想起了很多事。你还记不记得，
当年我评上教授的时候，身边有好多人都嫉妒我。还有后来你做生意做大了，朋友们都上门借钱，我们没有借。大婆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想，这个案子可以重新再调查一遍。其实这20年，我心里面一直都有一个嫌疑人的名单，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可疑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再调查一遍。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呀？你说你再想，你又该激动了。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女儿，她始终都在找我们。我一想到这儿，我怎么可能等下去？我心里怎么可能不急呢？我什么都不想吃，我现在就想去公安局啊！妈，哎，老婆，妈，老婆，你去公安局，明天再去。这么晚了，你看这一桌子太可惜了。你慢慢吃啊，吃不完打包回家。我去找你妈。哎。啊，回来了。爸，你一个人坐在这儿？妈睡了？啊，上楼去了。哦。爸。嗯。你们真的准备？哎，今天怎么回来了？太夸张了吧！我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出现在你家中，你还能这么淡定？你肯定是找玉嫂拿钥匙给开的门，对吧？唉，没意思，没意思。哎，我不懂啊。像你这种看破红尘的禁欲系男神，就直说吧。4月他喜欢你，但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如果你不跟他说明白的话，他肯定永远不会明白的。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不想看他受到伤害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在瞎说什么。你知道我从小就是一个人。你要真觉得4月不错的话，可要抓紧喽。我和他，你想象力会不会太丰富了？
倒是你，你要不要好好安抚一下你女朋友？叶吉吉今天在公司动不动就冲我发火，跟吃了枪药似的。繁星到底怎么了？你都不清楚，我哪能搞明白？也是啊，你们一周能见几次呢？又能多了解对方呢？我们有我们相处的方式，你小孩子不懂。不懂，我不用懂。反正你们尽早公布你们的恋情吧，不然哪天有个上进青年一时抽了风想追你或是他，不是殃及无辜吗？说完了，我去洗水果给你吃。洗干净点啊。繁星，哎，这个时候你怎么在家里啊？哦，那个我是担心妹妹的下落，所以我想等你们结果出来之后再去上班。怎么样，合成出来的很精准吗？嗨，很像啊，就是有点相似度。什么很像啊？这么多年了，你们谁说得清楚啊？不是啊，我看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很眼熟，我真的觉得在哪里好像见过他。繁星，你觉得像不像？女大18变吧。原来妹妹长大后长这样啊？就是啊，你说长这个样子，走到大街上谁认得出来啊？对不对？认不出来的。不会吧？我觉得这眉眼之间跟妹妹小的时候好像挺相似的，是吧，妈？是啊，我就是觉得像。哎，总之呢，我准备把这张照片做成寻人启事，赶快去弄吧。抓紧啊！好的啊，你现在等我们，我们派辆车去接你，然后去送你做那个亲子鉴定。啊？你等不及，现在就要过来。好的，我们在 Showtime 等着你啊！啊，路上小心啊！拜拜。联系人要过来 Showtime。什么事啊？这么高兴？有个好消息，刚刚费县有户人家打电话来说，他们走丢女儿的时间跟年纪跟4月一样，他们看了4月的照片，觉得非常像。重点是，上面还有一个姐姐，也是吻合的。真的啊？他们刚刚发来了照片，是不是挺像的？像，真的像。繁星姐，你看像吗？我看看。真的有点像啊，是不是？是。这眉眼之间，4月老了，差不多也就这样吧。分开了20年再相聚，这个场面，妈，女儿，完了啦！哎，别激动啊，别激动。繁星姐，我好紧张。哎，没事的啊。我觉得我们要做最好的期望和最坏的打算。喂，讨厌！那这样，还不赶紧让他们去做 DNA 的测试？那家人已经在路上了，很快就到 Showtime。繁星，你放心 ，everything is ready。繁星，还像上一次忘了装袋子，我就舌吻你。哎，远一点，少儿不宜。喂，妈，我就是跟你说一下，有一家人说我特别像他们家女儿，条件、信息什么的都挺符合的。他们现在准备过来看看我。一会儿见面呢，你不要紧张。尽量的多回忆一些小时候的事情。
像妹妹啊。小宝，还记得妈妈吗？你还记得家里的什么事儿吗？3岁的时候你掉进池塘里的事儿，还记得吗？那我总带着你去搭积木，你还记得吗？好像有点印象。小宝，还记得当年和妈妈和外婆在车上走丢的事情吗？那你还记得我们在院子里面跳皮筋儿的事儿吗？小花猫上学校，老师讲课它睡觉，左耳朵进，右耳朵冒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我好像想起来了。左耳朵冒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姐姐，我也要和你一起玩。小花猫上学校。当时跳完皮筋儿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妈妈打了我们。姐姐到房间里哭，我抱着她一起哭。你怎么可以这么坏啊？妈妈，我下次你还敢不敢了？不敢了。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？啊？你也是，你也是，气死我了！怎么每次都是这个样子啊？是啊，那时候我带着你一起去跳皮筋儿，到了吃饭的时候也不回家，所以妈妈就打了我们。这些我都记得。还记得当年你走失的时候，穿的那件小夹袄就是那件，而且还带了条小项链呢。项链，是这个吗？对的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呀，是我小时候给你做的呀。那天你走的时候，非要带着它出门。妈，他真的是我们的小宝啊！小宝，真的是小宝。妈妈找的你好幸福啊，小宝。你真的是我妈妈。都怪妈妈当年太不小心了，小宝。找到了，妈。小宝，妈终于找到你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快叫救护车！妈，醒醒啊！